咁呢啲毒素會攻擊我哋身體嘅。其實主要有兩個好重要嘅問題。第一個咧，佢就會令到我哋嘅腸咧腸流，跟住咧再入咗去之後咧，就會入到去邊咧？就會令到我哋嗰個腸臟咧入咗血啦，跟住就會發炎。發炎嘅環境就最啱咩細胞生長？啊，好容易會癌化嘅。啊，所以咧第三步叫咩咧？原來啲癌症細胞咧最怕嘅佢唔係一個細胞，最怕佢係點啊？好快變兩個變嘅啦，4個8個，哇一路。所以開頭啊，琴日大家如果有聽訓練咧，咪講嗰個 HPV 嗰個載量啊，即係嗰個究竟你含病毒嘅量有幾多？因為如果你載量少咧，即係初期；如果你載量好多，即係點啊？好後期。哇！即係敵軍得2、3個人，你點啊？當睇佢唔到啦，係咪？啊咁啊慘啦！跟住變咗2、3百萬嘅時候點啊？就好難打啦。嗰時就要點啊？切啊！所以咧，其實葉綠素咧點樣幫我哋嘅咧？各位，葉綠素咧其實佢主要咧係想做咩咧？就幫你擋住啲咩咧？環境嘅毒素。大家知道而家有3大我特別抽出嚟嘅。第一樣咧就大家有冇聽過黃曲霉毒素？啊呢個係邊度嚟嘅？係發霉咗嘅穀物、豆類，甚至我哋嘅用具都會有被污染嘅。特別多嘅係筷子，因為你筷子如果接觸嗰啲食物咧，如果發毛啊，佢原來你洗唔乾淨啊，好難洗得乾淨啊，因為啲木有咩？好多罅㗎嘛。所以而家興用咩啊？用筷唔用木筷子用咩啊？啊，其中咧大陸已經即刻出咗啦，叫做即棄筷子。啊，所以咧佢哋即刻出啲家用嘅即棄筷子，咁啊整靚少少嗰啲竹筷，你用完一次就點啊？就抌咗佢。啊，咁環唔環保啊？睇你點睇點定義，因為如果用竹嘅咧，有啲人當佢係環保嘅，因為竹嘅生長期好短，咁所以嚟得切嘅啊，就唔會破壞個環境。啊！如果你係肯種嘅話，啊！如果你唔種咗就得啦，而且仲可以咩啊？啊！仲可以降解唔到啲膠袋嘅繼續污染。所以大家咧呢個係要諗辦法去避嘅，因為呢個係1級致癌物嚟嘅。啊！咁仲有咩啊？有冇人中意食呢個花生醬？花生醬好易領嘢喎。啊！因為花生醬咧裏邊你睇唔到佢變咗，即原來呢個污染咧唔係你搣走咗嗰一忽咧就冇事嘅。即係所以而家成日講啲水果啊變壞咗點㗎？你要成個抌嘅，你係唔應該點啊？淨係切咗佢嘅。啊，所以要健康咧都要使啲錢嘅各位。啊，咁第二咧就重金屬啦，各位平時接觸重金屬多唔多？啊，呢個特別提啦，最近成日咧都有啲報章去講啦，大家而家咪興用保溫杯啊？保溫杯用咩做㗎？金屬。希望係不鏽鋼，希望係真嘅不鏽鋼。啊，就係有好多係假嘅不鏽鋼，咁呢個第一個要小心注意。第二個就係點啊？原來不鏽鋼好怕咩咧？酸性或者強鹼都怕喎，原來嚇。總之兩邊強嘅都驚嘅。所以咧，其實保溫杯最開頭嘅設計係愛嚟裝咩嘅？水嘅啫，各位。即係如果你沖茶應該用咩啊？搪瓷。用玻璃會好啲，或者係瓷嘅都好啲嚇。咁所以大家其實呢啲係可以避則避咯。啊，但係避唔避得晒㗎？啊，避唔晒，其實你重金屬仲有好多嘅。大家你知唔知水啦、土壤咧，而家都好多嘅。啊，跟住咧仲有農藥殘留啦。大家如果記得我喺上個月都同大家揾過啲資料啦，記唔記得？排行榜最多葉綠素嘅菜，仲記得排第一位係咩啊？菠菜係嘛？跟住農藥排行榜咧，都係菠菜係咪正啊？哇，雙料冠軍係嘛？所以呢個係好矛盾嘅，所以我哋需要一個防癌盾俾到我哋自己。啊，所以咁多嘅毒物每日都去攻擊緊我哋嘅咩啊？食道同埋腸臟。其實要入去之前係咪經過我哋食道再去到腸臟啊？所以其實腸臟嘅健康係好重要嘅。所以聰明嘅你咧，請你食飯之前食咩啊？青綠素。真係青綠素，真係食多啲青綠素，仲要多啲嘢。啊，水要夠。啊，因為身體要處理毒素要咩啊？要水，而且要多嘅水。啊，有冇聽過山埃啊？貼士係嘛？啊，有
有冇睇無機砷啊？有機砷，有機砷咧就毒性好低嘅，腎臟好易排走嘅。無機砷咧即係砒霜啊！咁原來咧喺我哋嘅米裏邊會有啊，因為佢咧特別叻吸呢種毒物咧吸上去自己嗰度嘅，咁所以啲米咧其實好容易會殘留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毒物咧，環境毒物我哋係咪經常都食到啊？咁身體點排㗎？自己身體點排毒㗎？主要有兩個，主要其實做緊第二啲嘅嚇，主要兩個肝同埋腎，肝腎都好重要嘅。咁其實清毒素會唔會幫到手啊？會。如果前邊已經佢咧點幫手嘅咧？第一個咧佢會做咩？做個屏障，佢其實會包住嗰啲毒素嘅，盡量諗辦法將佢點啊變得佢冇咁活躍，同埋如果包住咗就可以點啊入唔到血就點啊？咪跟住排便或者係俾個腎就過濾到，就入唔到身體咯。就希望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嘅。第二樣嘢點咧？就有消炎嘅效果，因為葉綠素本身都可以消炎嘅。如果在座有啲朋友咧，嗰個牙肉發炎啊，你真係你開籠啲，或甚至咬爆佢，但係最好個膠囊等一等先，喺空氣裏面等一等先，或者你搭一搭先，整個膠囊軟啲先，因為我驚你唔夠牙力。咬唔爆佢，或者你大力得滯，點知你嗰隻牙本身有裂痕咁啊唔係幾好啦。所以咧你打一打佢軟化咗先。好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會喺嗰度咧令到個環境咧壞菌生唔到。所以原來喺腸臟你經常都有葉綠素咧係令到個腸咧係冇咁容易生壞菌嘅，你知唔知啊？所以點解咧你食咗青綠素之後咧啲大便冇咁臭？好着數嘅，不過第一個禮拜咧係好臭嘅，因為最開頭點啊？佢會帶啲垃圾走啊嘛，所以係清大掃除嘅時候就係烏煙瘴氣咯。但係過咗之後就點啊？就乾乾淨淨，空氣清新啦。好啦，第三個就係點咧？原來佢仲可以保護埋 DNA 嘅。大家知唔知 DNA 就係頭先講過1-2粒癌細胞唔驚，但係100-200萬就好得人驚。佢如果 DNA 受到破壞咧，就好容易會變質嘅。個細胞，所以癌細胞要保護到我哋嘅正常細胞，就唔會變癌細胞。好啦，所以咧葉綠素咧佢做到3樣嘢嘅，第一樣腸道攔截，第二樣基因保護，第三樣就做到抗氧化。所以3大過程咧成為呢個好勁嘅咩啊防癌盾啊！所以各位咧應該要帶住呢個盾出街啊！而且咧佢仲有咩啊專家嘅推薦機能醫學之父拜仁特博士，佢係喺1991年咧就已經將呢個概念啦話俾大家聽，因為當年其實已經係講緊污染影響好大㗎。不過好太多新聞啊，冚下而家點啊？大家慢慢又唔記得咗咁好似。咁但係其實環境污染係咪影響好大？到今時今日都影響緊我哋嘅，而且大家嘅大部分都住喺都市啊，所以我哋接觸嘅毒素點啊特別多嘅。所以 Eddie 都提我哋要點啊？最緊要清毒素係咪？好啦，所以各位，如果你能夠保護到重金屬保護，大腸癌又可以預防，肝臟又受到保護，咁係咪對於癌症嘅預防起到好大嘅作用啊？所以各位特別注意呢個里程碑，喺2001年咧，就喺中國大陸咧揾咗個城市咧，特別做嗰度係肝癌高發嘅地區嚟嘅。咁呢180個人咧做雙盲嘅實驗之後咧，發現佢哋咩 DNA 嗰個加合物係明顯下降嘅，下降咗超過一半，所以係可以將啲毒素點啊排翻走，仲兼且可以保護到個 DNA。其實仲有好多實驗嘅，其實大家可以而家借助下 AI 幫你揾呢啲結果㗎，不過你要識問咯，嗰種唔好就咁問佢，因為所有 AI 咧，而家發現大部分 AI 咧都係偏幫邊個㗎？偏幫當地國家嘅醫療系統嘅，係啊。如果你問下豆包咧，佢一定要話大家嗱，營養補充咧，只係作為輔助醫療嘅啫。大家都記得咧，一定要根據翻政府嘅醫療要等，咁就係咁講嘅。所以頭先胡醫生都有講啦，國內傳統嘅醫生係點㗎？有病就點啊？如果你到達指標就開刀咯，唔到指標咧，梗係等啦。等到有一日有啦，就可以同你開刀啦。
正唔正啊？啊！呢啲硬指標啊，好犀利噶。所以各位，如果又有專家又有研究證明，係咪幫到我哋啊？最大嘅好處係點啊？冇副作用，安全。啊！呢個係咁耐以嚟啊，我由1991年睇呢個營養嘅資料睇到而家，全部做嘅實驗都係證明點啊？冇副作用。我嗰時去台灣推廣咧，仲有人話：哇！金綠係咪色素嚟㗎？你知唔知葉綠素喺台灣最開頭將佢歸類做咩嘢？食物色素，就係攞嚟將啲你整食物嘅時候，如果想將佢變成綠色，就加葉綠素落去啦。咁係好安全嘅一個食物染色劑嚟嘅。啊，不過咧，佢哋每樣嘢都點啊？由於佢係染色劑，所以都有個安全嘅量。但係今時今日已經變咗㗎啦。啊，因為如果從保健嘅角度咧，就唔係咁睇㗎。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想防癌，一日食幾多啊？啊 ，AI 幫我去揾嘅，100到600個 milligram 度啦。咁即係幾多粒啊？等啲一粒大約幾多啊？大約50個 milligram 度啦。咁你兩粒就係幾多？100粒。所以一日最少食2粒，最好你一餐1到2粒啦。啊，咁一日食即係你食3餐咪食3次咯。你一餐都唔食點啊？都食翻2粒。因為要做咩啊？要令到個環境保持有一啲呢啲儲備喺度，因為當有啲環境毒素或者你體內產生嘅毒素咧，都可以被佢點啊處理。啊，你唔好諗住你冇食嘢就冇毒素入身體喎，你自己都會生產喎，知唔知啊？咁仲有咧就係幾時係最佳時機啊？幾時食最好啊？瞓覺前起身，唔係最佳時機係餐前。餐前即係你準備食飯啦。你又拍定2粒啦，啊，因為佢啱啱落到去溶解開嚟，如果有毒素佢就可以記得佢話佢想點啊？包住佢嘛，啊，佢仲可以有無合嘅，就會黐住嗰啲重金屬啊嘛，所以你如果食飯嘅時候，萬一你唔記得咗點啊？食緊飯你都食得嘅，係嘛？如果你有儲備，仲可以用啲儲備先嘅添，啱嘛？當然最佳嘅時機就係喺飯前嘅啫，得唔得？所以咧，各位呢個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防癌之盾。啊，綠色嘅盾牌，啊，所以見到我都點啊？咁啊，點解條綠色嘅呔？啊，真係我用咗唔係34年幾，啊，所以大家係絕對安全。我成日同講，你咁驚呢啲唔安全嘅，你就睇我啦。即係如果我走咗，你起碼可以多35年咯，係嘛？即係所以各位真係好有用嘅產品嚟嘅。好啦，所以咁咧，當時我。